超馬嘅你今年犯太歲，不過唔使咁快驚住，因為2025咧你係桃花年，咁2025桃花咧有時會延續到今年1月2月，尤其是2月仲係你嘅桃花月，所以如果你桃花年都冇成果嘅話，咁今年2月咧都可以把握機會啦。咁但係入到馬年要留意咯，因為係犯太歲喎，犯太歲係一個好奇怪嘅年，好難講好或者唔好，因為犯太歲就不如嘅感情變化、住屋變化、事業變化，我哋嘅一喜擋三災，無喜心情壞。咁喜事得兩種嘅啫，唔係結婚就係生仔。如果又唔係結婚又唔係生仔，又拍緊拖，如果犯太歲嘅年又要有啲危機咯，容易分手嘅機會啦。因為犯太歲咧，尤其是36同48，容易悲觀負面情緒，諗到啲嘢都冇晒出路，咁你情緒有問題都會影響感情噶嘛。24歲嘅你仲要特別留意添，因為24歲咧容易嚟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，如果結婚就梗係開心啦，如果分手啊真係喊得一句句，咁就應晒你犯太歲啦。咁仲有犯太歲特別有損傷嘅喎，因為犯太歲每年有劍鋒伏屍跟住嘅，劍鋒伏屍容易受金屬所傷見血，尤其是農曆5月同11月先係捐血洗牙化解。咁吉星都有嘅喎，吉星有金貴同埋將星，所以其實都唔係話太差嘅。金貴係財帛有利，容易儲到錢；將星係權力地位提升，所以今年嚟講咧，上班一族屬馬嘅咧有地位提升嘅機會。咁當然啦，一定係3月6到8月8嘅人咧就要守啦，因為春夏天出世人咧要等到2028先係你嘅運氣。咁而家行緊運要把握機會，即使犯太歲多啦，有新機會可以放膽嘗試，就係生喺呢個8月8到3月6，秋天冬天你嘅馬年咧就可以把握機會放膽嘗試，唔好受情緒影響就可以噶啦。屬馬嘅你雖然桃花又排第12，財運又排第12，咁其實就冇咁差嘅。我成日都講啦，運氣點都要睇翻你係春夏秋冬咩時間出世，秋冬天出世嘅人咧，去到2025到2027真係有機會可以放膽嘗試。咁排第12係咩啊？就3月6到5月6都唔係太差，5月6到8月8啊！記住宜守不宜攻，所有任何機會唔好嘗試。即使目前份工唔好如意都啦，頂住，最快要頂到2028嘅秋天啊！咁感情方面咧又唔係12咁差嘅喎，因為犯太歲咧容易嚟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，如果你感情空白嘅咧，反而容易嚟一段感情啊，所以唔使驚。如果拍開拖又未諗住結婚，先要留意啫。屬羊嘅你喺2025啊叫做爻合，咁嚟到今年仲好啲喎，因為羊同馬合，咁你叫太歲相合，衝代表動，代表變，合代表人緣好，各樣嘅事情比較穩定。咁即使你係春夏天出世，運氣麻麻地都啦，因為咁你太歲相合都容易貴人輔助。如果你秋天出世咧，仲更加好。當然排第一係冬天啦。咁咩叫冬天啊？排第一最好運咧係11月7到3月6呢批，排第二咧8月8到呢一個11月7。排第三咧係3月6到5月6，咁最唔好乜嘢啊？梗係5月6到8月8啦。咁但係因為始終呢兩年你人緣運都好，今年人緣運仲好過2025嘅，所以今年嚟講雖然話運氣麻麻地啫，咁但係守住唔好轉工，又或者好想轉工咧，做一份壓力冇咁大，人工冇加到嘅，或者人工減咗咧，咁就可以，個人會情緒輕鬆少少就可以嘅。咁至於財運方面咧，又唔係話太差，因為財運方面咧，其實你就排第4嘅，所以都叫做中上嘅生肖，因為始終太歲相合咧。除咗呢個桃花生肖之外咧，就差唔多到你噶啦。咁喺桃花方面，當然又排第5都係唔錯啦。因為合代表人緣好啦嘛。如果你拍開拖嘅，咁繼續可以維持落去。結咗婚咧，感情今年係唔錯嘅。咁但係如果未有感情今年唔係桃花年，有機會嘅情況就唔係話好大啦。咁唯有就把握個桃花月啦。咁如果你今年桃花月農曆1月同7月，睇下桃花月把唔把得到啦。把握唔到啊，都唔使驚。你下個重桃花年幾時啊？2028等多1年啦，1年之後你聽我呢個係可能等2年之後咧就重桃花年啦。咁仲要喎，你今年吉星有太陽男貴人之助，所以頭先講啦，如果打工嘅咧，上司係男人，拍檔係男人，原來都係對你有幫助嘅喎。咁所以今年一味黐住男人就得啦。咁仲有歲合就太歲相合，頭先講過啦，合就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比較穩定啦。咁就攀過有利地位提升。咁凶星有咩？有天凶，天凶計劃而成凶。咁我講過好多次啦，做人唔使有計劃，最叻嘅係見一步行一步，能夠解決眼前問題先有用嘅。咁但係有個晦氣就棘手少少啦。晦氣咧，若俾人雞會接爆棚，明明傾好嘅咧，又容易俾人甩拖喎。譬如你做保險啊，或者地產，明明個客聽日簽㗎啦，點知俾人截糊喎。所以如果你要簽約嘅話，記住啦。跟緊少少，漏嘢都去佢屋企樓下等佢簽咗，你先翻屋企啊！屬猴嘅你真係冇乜嘢講喎，因為排位嘅時候咧又唔係太好，其實又唔係太差，
咁因為桃花同埋呢個財運都排第9，點解排第9呢？唔係你差，係冇人哋咁好咁解啫。咁屬猴咧，咁啊唯一一樣就係驛馬年喎，有驛馬同埋又容有外出啊、公幹啊、周圍走嘅機會比較大。所以如果你屬猴係驛馬年咧，搬屋啊、周圍走啊，或者諗住去個長嘅旅行啊，或者俾老闆派咗去公幹咧，咁今年咧嘅發生情況就機會比較大嘅。咁除咗吉星有驛馬咧，凶星有粒孤神喎。我研究過啦，孤神同驛馬咧成日湊埋一對嘅，咁點解咧？如果你外出公幹唔使問，心情有時覺得孤獨咧，因為外邊又未必有朋友噶嘛，有朋友梗係開心啦。如果冇朋友咁啊孤孤獨獨，夜晚一個人食飯，一個人瞓覺啊，梗係有個孤神喺度啦。咁財運方面咧，佢又唔係話太差，都要睇翻你春夏秋冬天出世，所以今年屬於比較平穩。如果你秋冬天出世嘅咧，有新機會依然可以放膽嘗試，尤其是今年驛馬年有新工，其實可以轉或者搬屋，其實都啱一個時間嘅。咁如果你夏天出世，當然啦，有得守就守，千祈唔好喐。萬一冇得揀要喐啊，有心理準備，轉咗工或者轉咗職位咧，都未必話係一個好事嚟嘅。尤其是如果今年升職，你就棘手啦。衰運升職點解咧？好運就轉好工，衰運就轉衰工。好運升職就皆大歡喜啦。咁衰運升職有咩結果啊？原來人工多咗少少，壓力就大咗好多，可能晚晚做到11點都唔出奇啊。所以今年屬猴嘅你，宜守不宜攻。雖然有驛馬年，個人好想喐，咁旅行冇所謂啦，搬屋冇所謂啦。搬屋因為我成日講揾呢個風水好就得啦。咁但係而家風水都唔使揾喎，因為而家2024轉咗9運之後咧，佢又冇旺財旺丁，又冇損財傷丁，得兩種方向嘅啫。因為旺財唔旺丁，又旺丁唔旺財。咁旺財嘅屋咧就利收入唔穩定嘅人，旺丁係利收入穩定或者退休人士，旺丁係利身體，旺財就係利錢，好簡單啦，係咪？咁而家揾屋最要注意乜嘢啊？廚房、廁所唔好對任何門，尤其是廚房，唔好大門對廚房，唔好廚房對你個房門，呢個實病嘅呢個風水大忌。除咗呢樣要留意啊，冇嘢特別要留意啦。